你出上大难啦，迄物件袂哦，三，我讲唔通叫洗啦，安尼直接互起哩。上介好就是安尼，心的就起哩，袂洗，安尼咋？三，袂使互伊洗，你知？袂使洗，这个手腕袂使安尼互起哩，安尼起哩，安尼咋？伊讲师傅引进门呐、修行在个人。要不然师傅常常骂人呢，哦，功夫人出的木，啊，本看过你就要调到眼目速度，想到头脑度，两样伴奏，就像你呢。老大是唔系啦。袂像人啊，真正。哦，三。佢係蒼鮮粉，台灣有名嘅正岩戲廟師傅。13歲出道廟方學時開始做正岩，17歲出師出做頭家，開始接廟堂嘅上師。到今63歲咧，幾十年喺台灣各地做過200-300間嘅廟宇。不過佢戲廟老人冇強用，佢冇去夾，甘願慢慢做。佢咪冇用便宜家私去搶包，甘願學貴條。講法下道條，做法正條。佢咪每搭嘅廟上強用，所以自家可以見神龍肉，自家做高子燒，本搭嘅廟又有自家嘅特色。故所嘅係神龍肉，唔但做得為寺廟嘅中心面見亮陽風，佢係人生，咪做得人會安養，啲廟當神亮。2014年，蒼先生帶領幾班師傅喺台灣承包了10多間寺廟嘅裝修工廠，其中2間榮福宮落廠到今第4年咧。蒼先生嚟參美，當日又為啲眾人過來監工。掠到迄個正岩師傅，掠啲個做嘅係神龛嘅天龍。嗰個台灣好事，一下好事，第人日出門好事就讀到中大慈惠堂，嗰個師傅就有做個天龍，嗰你就天氣啊，佢順條到個龛內，哦，係你煎玻璃，係佢就同嗰啲好啲。榮福宮兩擺做嘅神龛天龍，係形容拍鐵線嘅做國家，
嗰份父母奶雕塑出龙的形体，按用的工法按到奶上，最尾将飞彩双色按金。不过时间假使转到50年前，苍先生一开始老师傅讲清楚合作的天龙就唔系按样做，系用玻璃一块一块检验出来的。俩含啲中辣瓷灰糖及母羊羊的后背呢。但是就摆好吃的时间来做个电流啊，对啊。哦。这样是就放煎两面，煎个条玻璃。啊。你摆台个玻璃摆台有咩来来讲的呀？哦。个做火是这样做的，做的不咸啦。对吧？啊，不多好吃的时间。後尾咪你也是師傅自家發。哦。條擺嗰啲啊，將啲嗰啲石木叫埋，石門水嘅石咧要話，嗰啲石灰粉啊，然後以前用嘅建石。所以咁講，條擺喺現做啊，條擺現做咧，嗱從嚟講，呢啲石灰粉落去2.9時內，一天就要人哋條熟石木菜上去。哦，懂啊。如果你菜上去咧，你記到10年。它不会褪色，一条面嗰度哈，全部用石灰，要把个石灰啊哈，用锤，用个乜个面纸，要把个卫生纸全部个用来除脂，啊有两个拍摄的面纸就冇简单，拿来锤个石灰，锤啊，将伊做个条啦，然后一条啦都现场用个这几块石头面都来做个，也是真正国宝级的，对啊。其實石要推踢啦，石磨推，完全冇推啊，到當初差唔多。差唔多啊，嗰啲係主年時時。所以講，從咧講啊，3D 玻璃啊，那是講比較代表性，比如說可以代表一個人的那個造型就跑出來了，係啊。這個是模樣人的作品嚟啦。係啊。1967年，苍先生的師傅江清魯喺中辣瓷灰糖用玻璃檢驗做了3種擺造的人工島，因為這3島就做喺潰敗人面頭前看顯現，所以凊彩唔得，做工非常的優，非常精湛。還除了這3島，沒向所有水茶島的人工嘅，沒江清魯用玻璃檢驗做的。其實條牌做玻璃封了一啲，條玻璃這裡有彎過啦，即係有細過啦。我學嘅玻璃。但點解都會冇？佢完全冇動到。係所講嘅檢驗，簡單講就係拿碗冇是玻璃，先檢一翕，講驗啲粗配方，做出人工嘅動物、老花草嘅外形。係過去台灣寺廟當普遍的這種工法，喺啲台灣功夫到今6、70年之間，講到寺廟檢驗功夫最大的蒼先生嘅師傅江清魯，絕對排喺頭幾名。嗰兩時學師嘅時候做唔得講興趣，這個是熱為壓到，佢就那紫微堂嘅出結構是挨爸做嘅，當時挨爸向挨師傅就那紫微堂檢驗。就讓佢送本以後，跟阿師傅咩人情報道啦，我不如講咁讓阿爸講幾法，叫300年後係用得，跟就嚟留下來，用唔得土衣做配料，咁唔會人家前誤導，伊講咩好糖啦，你啊，佢哋幾法係叫佢記得，你啊，講即係俾依個我條嘢見到，啊，就用好多話講嘅，我嗰時你300年嚟阿爸是。我見嘅見看，我還認真啲寫幾嘢，全部做人講，啊。蒼先生嘅師傅江清魯，他這個喊佢阿老師。1914年喺中華榮慶出世，日本時代國民學校一畢業，就本家爸帶到人力。去到當時喺廈門來台寺廟，做過台北保安宮老龍山寺當有名嘅馮坤福，
学做高子烧老检验。因为冯坤佛界下伫台湾高铁当导师的，后来数语最长的5届就问他这个喊做5副将，江清路就係其中之一。你像我下到彰化人任嘅人啊，师傅带佢學下，而下可以任念可以死路做，而任念嘅用心下到死路嘅時間吼，天梅、北斗、死路、太橋、高溪，個其實很差下伊。過來彰化姑娘山嗰間廟，當時就我師傅做嘅，啊到死路嘅文史廟、文書廟，吼。做好3、4個師兄去一齊去台是很差，佢都是去走差，你是個外來的吼，去個嘛松台的個太台是很差，再嘛個只盆頭白的包個全部貼用個竹籠個貼一棟，土人殘好是很差，緊掉到彰化了，佢就這樣啦，差不多去半夜那個，佢讓人去300個。唔夠人厲害哦！就擺做設計就讓人好實在學出來。我將你啊按好，查絲片片、摘片片，嫌佢好佢都冇好。另一時梅雨搭搭跌，龍福強木檔嘅上色做唔得，師傅就全部將啲廟方。採花師傅開始發門時。今天的亮度浮掉白花，建陽師傅要開始愛做強嘞。你就強嘅，因一個過時啊，有啲意思講啊，佢用做人態度啊，佢就丟只強嘅，丟只強，又買丟嘢咁會食。我哋意思講，佢做一度太度嘅人工嘅度啊，然後佢做一度人工度嚟講，冇一隻死對嘅來配合，所以又冇適合。这个像那肥肥胖胖的，这个我特别叫来给你看的。等你看嘞呢？等你看的，你干嘛？矮了嘞？你看有没有套生你哈？你都你懂么诶？你把我烧焦的所在啊，我给印一张出来。好啦，反正烧焦遐就烧焦就加字啊，烧焦就加字安尼。好，你做得吧？维伦的人看到一定想到。对啦。啊，哎呀，你按你就做得 OK 的哈，做得哈。你说话就抵做啦。人工做安心，哎那。那段時間，除了龍潭龍福強愛幹事，縱然龍福強的廟檔要動動啲嘅作動。那這搭差不多要到1尺吧？廢除，這叫廢除。那個廢除啊，那個這，那個這。幾多啊啦？迄條橋已經落來啦。哎呀，迄是上早做好了呀，不是条好做这呀。好了，好。好了，等下会小一点啊，等下会小一点。好，这样子，好。我赶紧开门来。就按樣，縱然龍福強的上世就發老了，今年尾就會趕到龍潭三行的龍福強去。我哋得哈，就係慢慢到咧，個係來啊過來，就話哈，你比係劉義春咧、紀義春咧啦哈，咁用咧，他細班嗰啲，你較細班嘅辦事情我要做，啊，做啲啦，嗰度橋水有利太平，笑那橋水。上場啊！有哦，3尺啦。
苹果也太咸了，也是吧？高油也很快。感谢你。没啦，我先加叫我前半下就讲啦。咪做好也讲啦，好看也讲，好嘅啦，好看也讲啦。跟牛吃时间来讲假事。跟人都冇咩呢有钱。冇识到，那好识冇识啦。你做人也偏讲啊，做爱养人呢，系冇？你下来讲，你还车夫的多，无是付唔多，我是东西找好准备了。啊，武装你较早上面去了嘛？你那你干那搞花子？你搞花子，是你搞花，你上面摕来。最后你我嘛唔知偌济钱。你甲讲做这些偌济钱，你甲讲给我。你讲顺主人日啊，就好师傅啊。你功夫这个还好，讲无顺其他日来讲吼，跟你只功夫来讲也无好，算其他钱也差唔多。后背乡，啊，咱做山水，啊，不用脚趾头诶，个款诶，就安尼款个款诶，全部都丢，你也唔可以丢啦。呀。也冇得去啦。我要去什么个粉丝啊？佢讲，咱没有按落，大礼拜拜做礼拜按多年来，所以讲，佢啊，说加上就真重要，冇讲成本啦，对嘛？佢讲人家上帝也要保护我们6,000多岁啦，佢也要回馈啦，还没当什么嘢啊，所以安尼按上下咩？人哋就全部按你师傅来走起的哈，我很简单啦，伊对了见面确实是按照奉献牺牲啦。都佢讲，我10多年下世事嘞，我有种啊，咱俩见面装备较强较弥漫的，本来后台人看那样人咩，啊，我做人还没像那样人啊，你做好，今年还没60人诶，你做好表你做好当落去当假10年多。后台子孙要见来看，伊个头班人没乜人做诶，做到某个程度，没乜人烦恼到某个程度，就地上面呢啦，对啊，你至于讲赚钱唔赚钱，人啊过得就好啦，对啦，做了强没事就人过得就好。你讲斤计较，梗系做就好嘢嘅，你都计较唔来嘅东西啊，对冇？就认为无计较，又想去做好做强，所以苍先生佢从来唔会对师傅干涉。从啲龙潭让福强俩两态度嘅浮雕壁画，就啲5月做到12月，一共做了半年客家，全部靠建阳师傅嘅voice纯手工做出来。师徒嘅事系用手过嚟。人工的眼神老山夫係一層層慢慢搞出來嘅。頭拿係那位啲中南嘅肉蟲腌好燒好，就拿過來臘嘅。最尾將請採花師傅來採花。用土發到好就會3張嘢。2月時。建阳師傅啲榮福強剪完皮了，蒼先生要帶點補養青椒米，強下過來聽書，唔係去聽書剪完，係去聽書
为师傅准备就好了，顺沙做得老庙方的人员恐吓来打吊时。张先生记得两公婆结婚都近42年了。刚结婚界下两煞又满20岁，当时记得的想法就让所有做庙的师傅供养，做到那间庙就办到那间庙。其实结婚了无偌久，伊就去做兵啊。伊退伍，转来我就对出来，就开始安尼，这场走，迄场走，迄场走安尼。阮上尾啊，伫要有厝的进前，在那个新竹那个菜龟坑，遐有一间法主公庙，伫遐我阁生阮迄大汉查某囝。啊，伫菜龟坑遐做到了，因为小孩子一个一个大起来了，没有办法，我就甲伊讲，啊无咱来租一间厝。哦，进前，就是讲安尼。规个伙啊，安尼缀伊安尼四个。啊，嘿啊，就是搬遮搬遐搬遐。啊，那有通住迄拢是住伫。啊，拢住喺庙室啊，甲庙边啊，就是最可贵、最那个给我妈妈看到的很糟糕的那个，就是在菜龟坑那个，因为那个庙室啊还没起起来，啊就在那个旁边有啊，就他有搭一个棚子，铁片安尼打出去有。啊，我们就在那边住，也没有床啊，没有那个，就用那个帮毛有啊，帮毛安尼定的安尼有啊，啊，就那个，以前都是睡那个草球啊有啊，我们就这样铺上去，这样就睡了，啊，就在那边煮饭。煮饭。哎，就是这样，所以以前的那个真的，安尼搬来搬去啊哈。都不是很那个啦，就是很落烂的那个，真的，做他们这种的，真的也是要安怎讲？啊，今仔个想起来讲，有那个回忆，讲以前的打拼有啊，以前在共患难过。对，也是这样过啊。我因歹势，有诶要走你咧，讲师傅无来较好。去年11月，台北万华的古迹青山宫出火烧，请张先生来掌木档的牙。因的大作，佢带领一班师傅开始落场通过。平平平平啦，这袂使赶。这马路啊，慢车距离啊，无要紧。蛤蟆，遐尔啦，遐茶帮，咱袂使共动着，哦。迄个鸡丝头啊，炸来，蛤蟆遐先起来。上菜发落了咧，一下有限，张先生就上去慢一行去看庙。夜间2、3时，张先生同多年前留下的师兄弟，恐吓藏修国家的木档，所以找到机会就对青山宫行过来看看啊。你条路庙吼，要摆路车做的吼，伊条有其条的头脑啊。都因条个手，挨到挨条裂开来吼，福师的了还转变个条做法，要有所改变啦。就会夹个基础带，唔会来整起伊，梅花还有木两条的。对呀，那梅切哈，杜庆奖。优秀的人做起来，
所以我唱到累，我都要进来看，消费也有翕相啦。所以讲哈，一年咧无翕哈，一年就进退化。对啊，看看别人，然后想想自己要怎么样做，就全部一样嘢。每年的6、7月班，苍先生就会表达寺庙的丧事，伫七家开的土场抢演了赏金，做法师普渡，连做5日。这间土场是苍先生差不多10公年前开的，服侍的是金母娘娘。还讲到祭拜金母娘娘了的人人，就喊起爱伫中乐慈惠堂开始讲起。基本因为为了做庙，确实对了神明就有这个缘分头的。要拜我公就专门拜观音庙，人讲观音庙。啊，到我把中乐慈惠堂去头拜就是几个位的，按照建物为人的主教啊，个见面是全部一收都我把起起来。当然，因为从小就中乐慈惠堂，等我把去慈惠堂了后，因为常常要停起去啊，看人拜神、学打鼓个的哦，啊，可是按照列着人啊缘起。伊是讲，伊做囡仔，因老爸仔就带去伫中立慈惠堂。啊，伊甲我结婚了，伊嘛无伫即条路啊。结婚了就拍拼事业啊，做兵转来拍拼事业啊。啊，我就伫厝有无？伫厝我就煮饭互因转来食，啊顾囡仔，送囡仔读书有无？等下囡仔较大汉的时阵啊，吼，我就跟着他出去外面工作啊。哦，你有去啊？有。你像迄阵啊，工月当济的时阵有无？我带一场，啊，伊带一场，分摊来，迄阵啊一困头几十场、10外场的工课有无？你像迄阵啊，伫屏东，拢我带落去啊，啊，我着住喺遐有无？我着住喺遐，看工人住伫遐安尼。啊，伊伫北部遮较济场有啊。他就是这一顶，一直走。然后就辛苦了。对啊，以前的生活，为了要赚钱，为了要赚一些钱，啊，搁趁无钱啊吼，啊嘛是同款爱拼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。从以前就是这样，就白天好好，晚上睡觉就出去。那一段时间，我会跟他讲一些事情啊，他不相信，他不会去想那个，然后后来就一直出去，人家看到的就讲，哎，你们这一条道的这一条路啊，你们要快一点走啊，要快一点，你们的工作很多，
本来你要紧向来开讲堂，来讲开安头讲堂做嘛，我也毋要跳通，来传说在开间庙堂来传说毋要啊。跟我目睭打开，我寺庙人就来寺庙就哦，安尼神明就向下安尼合掌就要拜祭哎嘛。伫迄段当中嘛吼，我跟他讲什么，他一下子都否决掉。所以我们两个时常在吵架。他想说，我是一个起庙的人，阮兜若伫拜拜，阮某若伫遐教人伫遐拜拜遐，我伫遐伫行这条路，要向笑。那一段时间就这样一直熬过了2、3年的样子，到最后把他的事业绑到安尼没办法。你看后4年都没有进来工作。他就像本少的困意了，这样，系嘛？啊，当然就咪伊经济唔好，你闷神，那闷经济，佢唔会让人讲经济。有一天呢，读到一个道长，就说：“母娘说你们有一天会来找我，你们真的来吗？”母娘说：“你郑先生啊，你踢到的那个铁板跟钉子够硬够尖了，安尼哈，你赶快回去中立慈惠堂向母娘忏悔。”后来真的，阮回来了都。有人说去中立慈惠堂3天，就讲好，母娘说好了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母娘把你的水门打开了，我们回家。过几天呢，就有人打电话来叫你去领工作了，安尼，更加是的，安尼，我们就真的就回来了真的回来差不多10天左右。就真的有人打电话来丁先生，我这厝顶要做你来个的看偌济，互你做真的去讲一讲，就开始。后来那一个德定就跟他讲说，你道的这一条路啊，你要认真的想，如果有一天有遇到道长跟你们讲什么，你要仔细的听，你要好好的去做。不要再给关了，不要再提起了。后来就开始，真的有一天又遇到一个道长，就说：“母娘说要叫你整母娘金星回来工作。”后来给他讲一讲后，就整母娘回来。通啊！也无半地方呢，迄条呢？这条啊，胖子，咱两个边仔大哥，你嘛一寡好心嘞啊！你减肥啦！这是你讲你啊！你电脑吹的人你。量款条，风款梅啊，对啊，量是叫做量条，做到又好嘛，风的是叫爬梅吼，做到又正嘛，那个量款条，风款梅。苍先生礼拜伫龙凤宫三川天做的量，
完全全部用传统的正岩工法来做。尤其个凉菜，要拿碗煎做几片，一地一地慢慢酿。按样的做法，掠下当汉地看到咧。台湾人起庙，因为材料贵，更加便宜，所以庙档的上市就会请几个正岩师傅来天天煎，慢慢酿。还掠下时代杀电刀转来，迄材料便宜，更加贵。加上太一个用比价来竞标抢便宜，成本已经粗厂为到会省成本，就全部会拿肉从烧好的片片来雕下镜，根本唔是用素泥。照记录师傅讲的，按样按落安装工，唔系正阳工。所以按样做的庙，唔但大家庙的供养，每次知道素泥高更加贵的好师傅，无人爱抢。按样下去，后生的唔适合。没梦爱好，掠到素泥就会渐渐没落团成，掠下就当地会发生安样的事情。实际啊，就挖到金头，这铁啊，就做金头的所在，爱甲撸啊功夫。就安尼，哦，一个就安尼，做平安尼，做平安尼打，安尼哇，啊打就安尼磨。所以迄领较接怪。啊，我你啊抹用就好，莫搁大去啊。你安尼抹会顺。你共款安尼抹圆，莫搁悬去啊！这领要做安尼尔。啊，这领等下换领。莫悬到去，这我圆的就好啊啦，莫搁大啊。反正你即摆拄则过哦，放手一搏，你就可以过放大来做，啊袂拄啊实在甲你改者，知无？你就感觉你知影较好个啊。嘿啦。啊，我等下甲你影。啊，唔免惊啦，惊袂着顶啦，会知？2005年3月，龙凤宫三川天的庙档做差唔多咧，就剩东岸的天干和锤子树。本来要用高子烧，人工还没研好烧好咧。不过最尾，常先生还来嫌太一个工人功夫最顶咧，来听过强介师傅江青路的正岩师傅，就加露台、长镜台，完全用正岩的工法来做。不过虽然佢功夫当地，但是还係无法度改变正岩素面的门路，尤其係像佢哋做嘅正岩员工嘅。其实学剪人是我哥哥带我出来的嘛，那时候我14岁就已经出门了，就开始就学徒了。后来我哥哥要去当兵的时候，才把我交给我师傅。我师傅的反应他是不想教的，他叫我说直接你就可以回家了。那是因为我哥哥要当兵，他时间他就回部队了。后来我哥就说，不然的话，让他暂时留在这里，就把我留在我师傅那里。下个星期我哥哥他如果是退伍那个休假的时候，啊，可以把我带回家，啊。后来我师傅留了1个礼拜以后，我师傅就决定把我留下来，是他认为我有这个天赋可以做这个。这个只，这文房我跳睡觉。啊，我看到睡觉。佢中啥较细条唔怕啦，中啥较细条唔怕。中啥睡觉？嗯。以目前敲碗艺术最难的，应该是属于人物啦，并不是在那些龙凤麒麟那些，那个是一天到晚都是必做之作啦。啊，这些是有可无啦，有扣不扣啦，就是说不一定要做它，没有也没关系。现在很多是给胶子陶或者一般陶瓷给代替掉啊，所以说它会产生减年，这个艺术就慢慢的没落。尤其是人物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东西太多，它有历史故事与情节都在里面，所以一般人要去理解这些故事来讲，你要花了很长的时间先去理解，然后你才有办法去打这些胚底。就像你在煽情孔明的时候，当时孔明是很年轻的，你不能把他做有胡子的，
对不对？啊，那你要先去了解故事情节。你就是下雪天做的，你要了解他们当时是穿着很厚的衣服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要让张飞来怎么样的生气，啊，就想要去怎么样去请到孔明来，那个都是要了解这整个历史的情节，所以你做出来人物会比较生动，会比较有感觉。再下去到更少人敲了啦，就是到我们这年纪就我们在敲。昌先生的生日老家师傅供养，带出当道士的，和师的地图最多的还是这个家族亲戚，像行露台、球的、奶的、新球、妹的、老西路。另外还有几间是外乡天子，其中天气最巧的是俩肉床的厂长，老两位高志寿师傅。你都怎么称呼你老板？我叫西，拢叫西，你拢叫西。嘿。哦，对吧？也蛮久了，差不多20几年了。几年？哎，国中毕业就开始出来做这个。国中毕业就开始。哎呀，就跟他。是学西啊？对，就学西啊，学到即马。对阮师傅对我袂歹啦，啊，佮对这做这有兴趣安尼啦，哎呀。因为这来讲，我在做的物件是较幼路啦，所以做这个就较有兴趣。像灵骨的话，我这个做这边也是一样，这边的话，这边是贴在那边看不到，但是我依然还是指甲做出来，还是有指甲，还是要照这样子做。虽然看不到，但是我们不是强调这一面，这一副面我们也要看得到。它是这样子整个，比如说这个小孩子这样，有些人就是直接，就小孩子就抱着而已。我做的这个就基本上已经2/3的立体了。对啊。哇，你那手根本就看不见了，指甲根本就看不见了。屋顶上，它已经差不多5、6楼高了。对啊，根本就看不见了。我的层可能就是要这样子。像这个自我要求。因为楼上一定是看不到。对啊。但是我们做在这个东西，在我们眼前就把它做得好。对啊。它真的像我说的，如果40、50年之后，人家有在整修，哇，因为以前怎么能做那么细，还是有指甲。对啊，不差。一个缸，再一个缸，3个缸，那些。掠到人是淡水天然宫委员的参访团，因为前几日佢哋将委托昌先生装修天然宫的木档，所以今晡日就专程过来参观佢的肉场。咱咧厝尾顶做起来，就是原来爱做即款材质。即款的才有法度动，袂褪色。你100年嘛是安尼。安尼哦。100年、200年也是安尼。即摆做吼，即摆做较功夫，像这拢有迄个空对吧吼？咱铁线勾落去，白铁线。放伫迄壁，白铁线勾落去，暗土黏落去。即摆拢用聚胶泥。毋比较早讲用暗土，较袂落去哦，所以伊袂落起来。唔惊风干，唔惊白干。这样子。不是。昌先生开肉做高志寿都近30年嘞。喺台湾第一届老水菜肉还有爆烧肉2种结合摆热，还嘅水菜肉喺师傅工程路传呢，还爆烧肉就係老家己连天木师傅学嘅。有一年，佢田师傅到家己玉凤宫去做，2日就到家己公园去行看看啦。就按样，啲介位拄到连天木老师傅。我看佢都演员歌啊，哎呦，老师傅很特别厉害，像看人行气啊，讲跟演个演歌，用往字啦，往算啦，哎呀，阮期望带来，希望都带伫迄一份遮。甲因这上讲，哎呦，林子都讲带手枪啊，就对演无共款啊，佢当到演个就演歌个啊，系无？就伊看那时阵讲，佢俩做得高矮嘛。当然，罗师傅基本上也提供还蛮严的事的，那是扮演的事，佢也冇会搞。
呀，今要讲亲难吧？像根本因迄讲亲女的时诶，还不能看。每个人念本来看有法度好念嘛，那有法度好念了才人讲诶，应该来讲饺子药诶个配方诶条。结果安尼念本期看讲做代志就讲，来来教良方，就教安尼，你只买个东西吼。配嘛个东西，所以讲两个过程，你是一方、两方、三方、四方、五方，叫搞到嘞。搞到搿样是，伊个身体也母亲哦，处于两方诶无搞到天天，来作品转来了后，推中环海马祖庙做诶时间，来落台头个味道，拄个陈其禄文监会主任委员，伊请个环海马祖庙个董事长。侯春墨，搿条搿样子，条路头部当然做些啊，希望好来来讲啊。又搿样毋是甲做饺子头迄条，伊做文监会主任委员，伊除了饺子头迄个重要性。所以讲，这样是其实紧吹的时间，因即家讲好啦，天飞的莫食通的就烧，你紧烧到根本嘅，因来长久做。哦，因为艰难万辛难。每日早晨天王講，陳先生就會喺這個土場做工。一人哈，一待业的出世。每一个人都一样，包括什么大和尚啦，哈，伊全部有待业啦。然之后安尼就安那有家业，其他无家业，出家人无家业，伊当好修。安尼呢，在家修的人就无穷了，有托本了，有家业，做条路赚钱，无了条细学习番读书。所以了条人潮都要讲咩？到50岁过的人，要知天命。何谓50知天命？50岁之前，你大兵赢事业吧？你叫我做了下穷没有穷了啦？后生的时间，还没经常哦，多赚点钱，多赚点钱。要伫了当中，一天就讲，条位夹夹小个啊，边见一下样板做还夹，隔位边见样板夹夹做还夹。你在讲的是天花乱坠，样板做本讲，无少个人读书行，佮就要带奖业头来。你还讲10个年前。你开始修行了条路了后，这个样想讲，所有做的强庙了详细，无做唔是讲，还都有来做，然后加高其他本期了每量还要加亲推亲食，你减高其他了每量是有较臭掉的，看到无按奖状，佮对因你来讲有嘛伤害无嘛个伤害，都有来做啊，像我咱了后生讲。做是做不讲，所以你下了个师傅头的，唔会讲你要夹夹做，你做乜个东西要慢做，要做按慢就按要慢嘅。本期心情好，只要你心情好，上世人也做功夫的。赚钱了钱，因这个命，总系讲安尼拖啲社会要做有只有意义的事情出来，对吧？手工。
所以即摆国较勇的啊。啊。啊，毋通记录一寡高高的，当7、8万呢啊。那高级啊。咱即马这话物件比较早好来较勇。哦，即摆勇济咯。暗土嘛用较好，较早用石灰黏，即马一加年搁白暗土，啊无用石灰。对啊，水无卖袂输人啊。好，袂输人哦。我要简单承担来了。伊条神蛋哦，岩石就无体。系啊。对啊。你按做几年啊差不多6年了哈。6年哦，6年按叫扶的啊。系啊，6年7年差就啊。两位喺苗栗石头山的캠花堂，老彭顺的富田宫供养，庙方所有水茶度的检验单杯，全部含6年公勤路的提名。家下昌先生将出师，要提领师傅来到两位人做。32年了后2006年，昌先生担任一班师傅，又转到石头山藏修家的木档。不过家下是藏好一间富田宫，캠花堂还蛮藏。风个架太大了，响死就响笑。因为你还是你还白天的哦。嘿，你白天。后背。后背伊这冲过起来吼，因为看得到甜甜，唔会讲到明显。主点是还在这。第石头山，你看到师傅公勤路老师的创新粉，两者虽然相差32年，但乡下伫乡间庙留名。可能记得两师徒去的庙有暗讲，才感觉到其实公勤路留下来，传到昌先生手的，唔但係数字，还有检验太师傅做埋有倾全力，做到好，做到匠的经验真实。2005年4月，梁凤强的木档拆架咧，做的庙档对东昂完全用碗检验做出来的天干和锤子数，样味是看鲜鲜。虽然日下像按样的检验人工的，因为时代的转变，唔是久久就会消失，无人会做。不过最少昌先生记得两兄弟，第2摆梁凤强新增的庙档，本人的后台还看得到。我想说，留给下一代的小孩子哈，能够理解这个是用马去敲的，不然这每一件作品都是用模具做，或者用半手工做的东西呀。其实我哥哥还是有那种的，对这剪黏他还是留有一块也很喜欢的那种的心思啦。他也想说把这间庙弄得漂亮一点。因做嘛当时都强调。上梁啊不真，下梁就歪正伊咧。哦，上梁做咧真了，就后尾要尽快，你做嘛叫我定定紧做咧去，就会。